来继续来看，民众党的党主席郭文哲日前拼出一个想法，就是勇敢提名 N+7， 就是打算2026年地方的选举，要伫个民众党目前无议员的选区提名一席，有议员的选区各加提名一席，企图要遍地开花，扩大到基层组织的动能。结果引发到现任的议员大力来反对，都参政幕僚吴静怡嘛质疑到郭文哲是为着爱将陈智菡在铺路。吴静怡阁甲陈智菡落正贴，讲伊去倒位选，伊就要去遐选。陈智菡嘛无客气来回讲，这是真好笑的猜测，唔知要安怎来回应。郭文哲面对着 N+7 的争议是来背回讲，这拢是还未决定的代志，了后会阁来进行着计划。张硕有确定接党团副主任吗？那个城管会也要接宜兰党团、宜兰的主委吗？连小选区问到党内人事布局，郭文哲快闪进入第二党团开会，保卫保具反洗事件讲唔着花，为着布局2026选举，那人事有调整，针对2年后议员的选举，嘛提出 N+1的计划，预计在现有的民众党议员的区域各加一席。N+1好像党内蛮多人反对。都还没决定的事啊，我先想想看。再过一礼拜，乃变甲空瑞不好，因为党内出现积极声音。过去2020年树林北投区，学者黄振兴和陈师傅拢互提名，黄振兴惊陈师傅佮意外和陈智菡有关系。你看吴静怡说陈智菡选哪里，他就要去跟他对。郭文哲真幕僚吴振兴伫咧面册批文讲，N+1甲陈智菡空降到任何一个民众党党员已经表示经营正规所在合理化，嘛讲到方向意思有啥人敢出声，佮讲到民众党将来就拢无配票机制，甚至甲陈智菡落正贴，伊伫咧倒位选，我就去遐选。这种非常可笑的臆测，我真的是不知道怎么回应了。你要选举，应该是要为人民服务嘛，所以他今天要选举的考量，我看不出来他会如何选举。如果他把自己人生的重要抉择寄托在别人身上，我只能说他真的非常可笑。上阵2026年，民众党暗算全台湾部署，不过这台这个计划风波就开始啦，嘛互郭文哲这回党内入去是变甲点记记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